7號名單候選人楊岳橋，所得票數為16,880票。佢琴日有選嘅，咁我咧就選咗民建聯，因為我就冇中意拗嚟拗去。公民黨咧，其實我就好唔拉住哋，我唔中意拉布。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就係要少數係服從多數，要係書法游泳，唔可以即係淨係用拉布呢一個咁唔文明嘅手法咯。梁天琦呢班人咧，其實我都好驚，因為我係媽咪，我有兩個小朋友。如果我見到今日班後生仔咁咧，其實我真係唔應該生。我有啲為我啲小朋友擔心添。原來越激係越有票㗎。你越驚係越有票㗎，將來個香港俾佢哋管，會點樣啊？我都唔知應該會變成點樣。6號名單候選人梁天琦，所得票數為66,524票。唔知點解會有10%幾嘅人係揀咗梁天琦？佢係講到明係話為咗抗爭不惜犧牲其他人。佢係暴力嗰方，即係有冇諗清楚？其實就你一家大細行喺街度，你真係隨時唔知會唔會隔離個垃圾桶會爆炸嘅喎。你個老婆仔女、你嘅爹哋媽咪、老人家，可能隨時就受傷嘅。我知道你哋係可能有啲皮膚有不滿啊，我不問咩原因都可以嘅，但係點解要咁樣投俾一個咁支持暴力啊，或者係參與暴力嘅人呢？你有不滿同支持暴力兩樣嘢嚟㗎嘛？楊岳橋先生，佢口中話有底線啦，咁啊佢又話反對暴力啦，咁佢都嚇，咁但係佢轉個頭幫梁天琦打官司嘅喎，到底呢啲係即係一啲點樣嘅行為呢？